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差不多咱大家好时好日拢讲会到。这日就是未时的未，读作未，这是文音；未时就是下晡1点到3点。这个未嘛有无的意思，像讲未免、未满。背音读作未，嘛有人读作未，未就是无，像讲也未到，就是无到位。另外，放伫咧话上后壁，代表讲甲人问，像讲你食饱未？这个未都爱读作轻声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作未免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实在，想讲伊安尼做未免伤过超过，意思就是伤超过。第二个词要未，就是无安怎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和女朋友约好要食豆，拢已经过12点半，伊也未到，未免嘛伤过好打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未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作未，嘛有人读作未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